想洞悉世界風雲，易經看世界帶你用易經智慧解讀全球變局。鴻浩策略同你深入分析經濟大勢，宏觀經濟，浩視全球。即刻收睇，掌握世界脈搏。農行咧，其實就個股價相對於其他嚟講咧，其實佢嗰個反波動性個幅度咧，反為仲大啲嘅。哦，係。咁你睇到佢由高位即係5個7、5個8，哇跌到落去差唔多5蚊啲位嘅。咁最近如果上翻嚟咧，佢個幅度又係快，即係佢個升幅又係快啲。不過如果你講個息率咧，其實反為調翻轉咯。即係佢因為呢一陣咧，由5蚊啲位升到上嚟5個4咧，其實已經差唔多接近1成㗎啦嚇。咁就所以變咗個息率其實5厘樓下，但係我覺得唔相差得太遠咯。如果你覺得呢隻股份個股價上落大啲嘅，咁即係你都覺得承受到嘅，即係覺得 OK 嘅咁你5厘息率，咁到時睇下你係咪真係純粹收息啊，還是係真係諗住可以當個股價升嘅時間又可以沽咧咁。即係如果你諗住搏兩樣嘢嘅，是但一樣嘅話，咁我就覺得就農行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收息嘅咧，咁似乎佢個息率相對就低咗少少比對譬如話你中國銀行啊，或者建行啊，咁嗰啲佢係低少少嘅咁就睇下你究竟會唔會真係純粹揸住收息啦。如果揸住收息咧，就可能買其他；否則如果你話兩樣都想搏下股價升亦都可以。如果唔係話就搏到時收息，咁你就算個息率略為低少少，你都唔介意嘅，咁就揀隻農行咯。其實反彈咧，我自己覺得幅度唔會太大嘅即係因為事實上始終我覺得喺而家呢個焦點咧，都係集中咗喺一啲科技股。咁如果你話啲資金喺呢段時間，就算你睇到嗰啲即係資金係流向呢啲傳統股都好，其實你見成交唔係話真係增加得好多即係傳統股。反為之日咧，資金流跌落，即係股價跌落嚟咧，資金都繼續係買住啲科技股。爭在就話究竟係買邊啲有啲升得多嘅係沽嘅但係如果你話都仲係落後嘅，或者係跌得比較深咧，嗰啲反為資金就向嗰度。咁所以我諗，就算你話中國銀行呢陣呢度升嘅話，可能升到上去4個3毫零，我覺得4個4度呢位咧又差唔多咯咁就睇下你究竟係諗住係收息還是點啦。如果你話博短期個股價咁樣升上去咧，其實個幅度就唔係太大。但係你話攞住嚟收息咧，咁我覺得就即係可以繼續嘅，因為呢啲股份咧跌到落呢位，其實就唔應該太差㗎啦。ET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幫你洞悉大局，捕捉投資先機，即刻申請啦！